许仙出马复为灵丹灭呀。几日天下来，苏州城里向名望普普，爆发在山上，大家在海里许半仙。随便啥个药，谁也到这座百无堂里。3日天过后，这座百无堂重迎夫人，生意人缘好，夫妻恩爱如初。日家来到24，已经到4月14。4月14，你苏州人侪晓得，是一个大乡亲。大家侪要各人些李洞宾生日。早上许仙起来了，殿堂里向对外头看，独看见人水里向骡子相助，嘴巴了喊各人些，各人些呀！想今朝还不是初一，还不是月半，那是个难吗？2位先生，老板呢哈？你们看街上行人颇多，哎，水哪相助？对个哇。哪里进香？哦，老板，你是杭州人，你不懂噻。这个是你苏州的风物习惯呀。哦，那么现在4月14，各人些，是不是大家侪到神仙面里向去晒香？想此人些与有灵感。哦，蛮灵感啊！你如果屋里向年纪大个人身体不大好，那么呢，你去晒晒香，那么是拜于自家的身体的健康。哦，那么为搿种读书相公啊，也进京观看者，还要去晒晒香，也拜于德中功名。那么为于啦，为搿种娘娘家子大大逼者。还去晒晒香，全子得之么，全女得女该。此话当真？当然喂。许仙想灵感，搿句我也听。我样样好，事事好，随时搭你家主500仙。倘若家主肚皮里向有个小囡能够这代虚实回想，我还对得起死脱个爷娘。2位先生，哎，像我可以进香而去。咦，搿老板啥闲话，搿才好去。你也可以去个哇。搿侬现在叫许半仙。哎，搿侬去烧烧香，搭点仙气，不比许半仙，比许前仙。对个。对人不人忙忙，奶奶谁太结棍？许半仙蛮好的，生意要大家做。啊，2位先生，我要到神仙庙中进香。蛮好。但是小请下来，你们不要使我进香而去。这是我到苏大人殿中进货去了。哦，晓得在，晓得在。蒋先生，李先生，阿拉老板怕老人。哦哟，哎，那个老板，慢慢叫。人不人突然想到桩事体，要紧开拳台，拿出来一把2两好了精神。许仙生意做到第8天，一落千丈，来自个少爷到里向要难看人生。许仙请到里向，拍好笔录册，好个人生8里看，不晓得把个少爷拨得一个铜钿才不成。那种说新开店老板，搿种叫害人生，我底下人也不要吃。许仙新开店要面子，马上花银子把人不人开后门，神啊阿说大声堂，叫2两好了精神。等到人不人回转来后门，进来到殿堂。这个少爷已经扬长而去，生意分成功。后虽然500生意，2两人生500心思机会。大皮通生意太好了，500功夫机会，一直对过。那现在老板乃正好神仙庙烧香，2两人生回帮到阿叔王永昌。许仙想还没了，2两人生衣裳柜里向看一看。根子外头，嘴巴里侪辣海夹人些，夹人些呀！望真子神仙庙而来，夹人些大家侪晓，说到现在苏州南嘛，还是你一个苏州的民族传统一种风俗。一到搿日天，四面八方的人望真子神仙庙去。哎，夹人些哎，没准夹人些呀！方才分得很牺牲，使他今朝乃是个投降心。14
是神仙庙，东兵西施谁带山？那谁赐的神啊，我心啊为之，生啊比那三月西游许大清。银钩嘎巴东家一人，中啊日记一路下东营，那下凡深深把花日美，十大神仙花都都是西名。马达家中还是心，神仙家七子一年岁，神仙的偶儿剧再出名。哎呀，马这神仙偶剧啊，今朝各神仙马随便啥么子打神仙，马说花神仙花，马块干神仙干，马里当神仙当，马这偶剧叫神仙偶剧。离得今朝不考我，打相打还打神仙，那打相打打神仙，有两个圆头光棍立了张光家土壤，不是各神仙，你都来各南嘛看标志面孔，看见个三郎那面孔漂亮。满头紫菜，嘴巴粉嫩，吃豆腐，嘿嘿嘿，过去喊上神仙阿姐啊！不晓得这个三郎那水帘子的还蛮辣，面孔那么三兮兮，追过来，追到这个圆头光棍边上拉起来，啪，把那吃起神仙耳光！哎呀哇，哎呀哇，也是，牙齿拍头一张。所以今朝谁打人仙？许仙倒是神仙，上张光节，下张光节，推头领路，神神刹那，大进神仙面香烟缭绕，红烛高照，人忙正八对浪的，不举下去慢慢通人作告。东兵先生，啊帮帮忙，让你告知，肚里向有个儿子能够再得虚实一下。我年年来打那真相，八过一番，许仙吹声而起，边浪向侪是年纪大的妹妹哈布，侪是来夹人仙。弥陀佛啊，弥陀佛啊！可好头望真神仙庙广场，不晓得现在辰光出来广场浪向的人比刚巧还要多。各式各样的摊头做生意那嘛，许仙跟着无人当中望正至东南角方向辣看，啥体？搿面搭海一只台，台浪向一个大字不像大字，和尚不像和尚，哗啦啦啦，哗啦啦啦，出马掌声来。哎，许仙先牛逼气，我想没啥哈，跟着无人当中。望真子搿只台门前辣过来，台浪向个朋友啥人？毛三大是张英，捉妖怪。葛么张英哪不等辣毛三浪打苏州来？搿个朋友现在讲起来不灵光，本事分我好，心比较黑。看见师傅毛三真君辣后山打着步头清苦水里，自家辣前山。你是张英大战第一大弟子，推知两样毛山镇山之宝，到处摇摇。昨日夜里到苏州，晓得今朝李洞宾生日，苏州各人仙人多，葛么我好捉妖怪。所以刚才台浪向放掌声来是拉拉场子，人越多，混到我台门前，我辣人圈子里向睡说，还有李二人。
与妖怪捉我哈在同地人子，所以现在只看见不久辰光，自家台门前男男女女老老实实为之发烧，但是张英两张眼睛，哈生意来了。只看见妇人队中一位年轻相公，身穿白色黑青，头浪向一道青光，一道白光。屋里向妖怪给两个，一个白妖，一个青妖，也没法来生意。一来有两个妖怪做，哪是不得了？一个激动，拉拉头浪脱口而出：“灵公，那旁的灵妖人！”难得一，搿对海人侪辣辣下头，刚巧冒那个掌声来了，哗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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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辣放。石上头这个大士蹲辣台浪向讲李二人来，里向有个翁不头翁高人说：“大士啊，这样少叫李二人，还是两条口眼里了一大叫李二人。”哎，不是的。他和妖魔登在一起，称作李没妖魔人。但妖怪登了一代李二人，说啥话？你们看，身带背，身穿月白色黑青，头上一道青光，一道白光，家中定有青白黑妖。把那这样一讲，搿点人个头三角像抛出手袋，嘘！妇人当中，年轻相公身穿白色黑青，头浪青光白光的看不出，认得。这座八武堂老板许半仙，哪里啊？老兄啊！搿个头面三蛋是辣戳别人家馒头，里面浪哈斯贴出来。指别人家屋里有阳光，我看。我讲你说相信，搿个人们我认得个喂。许半仙打一半仙去，哪会得屋里向有阳光呢？李有子阳光，你屋里才要举出伊。哎，搿么哪呢？当然去问清爽。问清爽噻。把阳光三大是土里下来，弄灯生活把里哒哒。哎，我讲你说大子两个小伙子哗啦啦，但许仙问题，许半仙啊。哟，真为怎样？那么，谁要当然讲清爽。不是你讲的，台上大事讲，实乃是。我是什么？乃不能好眼光。哎，实乃是李二人。什么叫做李二人？开的那龙福清爽当子两条口眼里了一大叫李二人。哎，现在大事当我讲，实乃屋里向有一个青叶，一个白叶，大里都死了一大，那么乃叫李二人。哦哟！许半仙到底还有什么桩事？这个嘛，听得该大点么虚心眼脱呀！啥么子？门前台浪向个台子朗朗讲我是李二人，屋里向一青一白两个阳光。所说虚心个人，样样蛮好，你有个毛病个，疑心病特重。现在一听嘛，朗朗想呀，我说对个喂。我屋里向高三八娘娘，我对三青青，一青一白，讲里到两高头阳光，也是真个叫。搿么是个我屋里向有阳光，搿是不来个。啥他们叫我怕得来，这样让我非被阳光吃脱个哈。是个有阳光，肯定要请大事去做。搿么呢，该早起我带一弄清爽看看。众位，那么既然如此。带我前去分一个清楚。搿么没好大哥娘开条路啊！娘开一条人龙的。许仙人眼见到带门前，抬头一看嘛，果然呀，台浪向来还个大事。哎哟，这面孔长得怕得了。讲我李二人，我来问清爽看。这位道长，请了。但是张英对你忙忙在小伙子啊，今朝我高头碰上我张英，否则乃下来有得吃苦，要无上心要拿乃吃脱。既然乃来，我要搭乃讲清爽，拿两个妖怪捉脱拉倒。这公有话
队上请等。哈哇！一直想忙成台浪向一滑，但是张英砰身体一推，啪，许仙臂膊上一抓，台浪向拉上来，这公一棒请入。是。请问贼公真姓？我姓许，请教大侠。对面一个是双子海文，原来是许越贼公。是。大长，方才你在眼前啊，我是李妖人。什么是李妖人？到底怎样一回事人啊？贼公，并到方才古德贼公队上，一道青光，一道白光，家中定于清白而妖。像妖妇上心，将来必定把你害死啊！这个嘛，听你讲得这样清爽，我是想清白两言，将来我许仙性命不保的。搿许仙胆子先给阿爷吓个了，这必须何事哈？现在该到底么心想也好个了，可是不来讲，是个屋里向有眼光，可是也请个代子去做他个。哟，大部长，谁公？此话当真？当真。那么，请问大部长，你可为的养妖捉鬼？一个句我听起知道啥气？问我阿为养妖捉鬼？我不为养妖捉鬼，哪看得出来是李二人屋里向有2个妖怪？但你妈妈那边弄错，我还是明白彩品。马三郎下来捉妖怪祖宗，贼公啊！你是虚向我毛塞下战营，我与灵符三大能可养妖精。哦，对你妈妈呢本事带大了海玩，屋里不是白人，马三两厢的代是接张人，而且你听啊，现在有灵符三大可以养妖捉鬼，给他灵光给。哟，大长，那么飞机你养妖捉鬼，也多少分人？这公
并到杨耀做鬼分文不取啊！一个里也不算呀？我随心随意为人民服务。哦哟，你得害了害我哈！这公啊，道长啦，代别个，出来还我最为的，听好了。想那女王。都开他要谋花你在公二十两银，向那毛帅宝地太他谋花这公20两分银。爹地妈妈这个单子单没挖的一个，刚刚一本正经门内，杨爷做过阿爷同地人怎么就讲飞？现在还我走个位，20两银子，搿句是想飞机够的。这也难肯帮我弄我里向眼光捉脱，我心明白了，20两银子不收据，搿么呢不了的，随身带里向。哎呀，那么我讲，啥子么今朝出来的葱啊，同地人子侪分到，哪得有点该搞子？哟，大长，但是今日你我匆忙外出，实得明白。这笔怎样？哎，不爱，啥子么谁子沟里向呢？与人参包下来，拿出来嘛。喏，我此举2两好老精神，谁做抵押？你开口哈。为何？我当第一次生意谁做无人工签证，你人资500。有一把好老精神，但是张人接过来门槛进牢牢看，搿朋友失火，搿个2两人参，不止2两银子，你来说，我等下的今朝2两银子，不来说，嘿嘿，那我给个2两人参为何补补身体，多多参汤，对，要紧把一把哈做个鸡人，开箱子往正角落头放一放。啥天做鸡人，你等下得弄2两银子来说，反正我调办，我搿种事体不做。陈公，你可回家养要捉鬼去了啊！你对你妈妈你把着点啥来？鬼在我走去养也捉光，我也没本事的了，也难走去捉个药。道长啊，像我虽无佛技之力，怎好去养妖捉鬼呀？对你讲个你是不来噻，与我当然做妖怪。陈公，对其放心，并到与3道灵符一入贼宫，回家养妖捉鬼而去。哦，啪！但是张人不顾身子，开箱子，拿出来3张黄纸对台浪向铺一铺哈，辣辣架子浪向偷着云水兵，纸玻璃拾得过24个步钢大对行的。3张黄纸对上头画3道灵符，陈公，这第1道灵符藏在法嘴里面，妖魔不该进而的身。2道灵符藏在妖魔出入所在，不让他乱登塌房。3道灵符化在阴阳水中，一口污水做一个妖恶梦。约束了。你放大了对委屈杨耀，杨耀以后道德频道对人讲明随时。是。且慢，陈公，此事不能伸张，除非妖魔追晓，对而不利。哟，去吧。是。徐先生台浪跳下来，搿点害人弄不懂，那真的有妖怪。大家忙真子周子上跟得起，有2个小伙子，你多大蛮好。刚才辣台市张营上头，帽子2只长进来了，分前毛前方，现在到窗门城楼浪向去放。一段辰光下来，来的呀，老兄啊，你都侪放在你2高头分放。是我们娘到心里向来。不知辰光长有手有压响了。这个手术应该不会搞。来谁来呢？啊，那么我们来试试看啊。来，快啦！哎呦，灵的！有得响了，是吧？我不知呢哈。你放看呢？快啦！哎呦，呱啦
拉送菜。哎，但是是不哈？灵光，不晓得你的两家的那发炸进来，这个声音，马上走至啊，把娘娘房间里向撇进来。娘娘那做真心啥？听见啥啥的像外头，哗啦啦啦啦，搿来里动个，哎呀，你是嘉兴雷威。身在兰陵里向水里，那么师傅还改搿么去改，发炸心来。搿么那师兄弟里东啊，哗啦啦，西呀，哗啦啦，搿个不稀奇个呀。但是现在辰光那红尘当中，能够发带炸心来人，肯定是干生干的。想得干生干的，么心里向带有一点慌着。哎呀，三姑娘人呢，不抓到地里向玩，如果出去，非把你绑上。碰上只是看上去出事体干，哎呀，那娘娘真是得，有人来，啥人嘛？三清，三清奉娘娘之命到殿堂里看看，相公阿拉郎。们两个先生讲，相公到陈敖大圣堂去进衙来。三清觉着蛮对，给他生意黑，一时也真好色，所以准备回复娘娘到天津里头顶新郎，哗啦啦啦，哎呀，你当子落神头雨，一看奇怪，太阳那个天气蛮好，那么真是为晴天一个霹雳。小青青脚步上路，大房间里看见娘娘，娘娘，你方才可曾听到雷声？啊，青儿，啊，此乃是掌心雷呀！掌心雷，是我以为的。娘娘，你为的，搿乃不作秀，搿乃个本事靠老老不干我，我当然是讲也好。你为得放掌心来嘛？你该为知我相公开店，搿些辰光用不着关在张里后宫两个先生放派上，吓得半死。而是自家水心里向下两只掌心来，哗啦啦啦，哗啦啦啦啦，又是清爽，又是安然。那么娘娘，你一定要教育三皮呀！哎呀，娘娘对你妈妈爱些辰光，你非来受责呀！我们还担心三姑娘的事体呀，我来问问看。青儿，娘娘，你家相公他甚？想到相公，他大陆家呀，但那大圣大理去发香，他到大圣堂去了。我有副灵光，跟我走不了那地里向。他去了都去了，去了好久了。哎呀，大事情不好的了。闻听此言，一时了。
得吃事体去哈。搿么是个让我来看看阴阳看。苏娘娘冷起阴阳，一看一手，呀，青儿，娘娘，高手大事不害的脸。小九对龙福东娘娘一些些面孔闪闪白，啥体啊？娘娘真呀？他到哪里去了？他是神仙灭中大仙神。哦，我当啥体娘娘接得半死，你冷水阴阳一刻一手，虽然相公分得神儿大神堂镇压了，但神仙灭三香，可不今朝隔神仙，三香还蛮正常。娘娘。相公在神仙庙中真相，你何用害怕？青儿，啊，想你欲所不知。小青听到该打个干火，嘎啦啦的要起来。娘娘阴阳算得准，相公到神仙庙谋脱你去三香。现在唱穷哦，碰上马三大是张英，这个大事使你相公头上一大青光一大白光，把你三大领悟围住来，要捉你妖怪。搿头面实大事，你我买山乃马山浑身发达高，也乃哈气劲。娘娘。像那马三大是何用怕他？怎样？我与你到神仙庙中与他去打。搿对里毛毛那个脾气了，谁是个？他一脚踩着，爸爸也晓得人家打，你也晓得比我大人是个打的对法。搿是来我肯定赢的。你也晓得非得为马三大事，为其他人来帮忙了呀，青儿啦。一听元代菩萨捉妖怪正中，小青青面孔结得上上青。那么娘娘，我们快到神去吧。哦哟，刚刚没去打，现在听元代菩萨来着，马上来看那个大嘴子。你呢，的确要大嘴，为的上面那个大人对不跟人家的，但是我不能够打。我们如果追脱子了，三官人围住来一看，人才办脱，可是你更加要气你性子。所以我也等了该大的等三官人出来，青儿啦。快带身去吧！小青听上么子？元代菩萨天将来关照我大，你娘娘等了该打飞扑一死，出灵相见。我们哪哈打？我打他你也闯红的，把你都捉脱的。我们哪围住我妹婿？娘娘，怎样？我死也不去。哦哟！我也背叛你娘娘3次。青儿啦！难得那该打的不用，啥去难得那该打的三个东西呀？那半夜去的，
青儿，你许得过我，你快带命去吧。三清尊做女的，还是我还追？我追我哪对得起你娘娘？你为这么多小姑娘非判一死，但是我还要为你娘娘说想。我来帮你忙的，我一家头为主我没事，你莫捉他，娘娘，我死也不去。你快去呀！不去。哎呀，对你忙上下病来不是桩事体吧？辰光不等人家，你两家头病了该到底，万一天神天将来，打不过你死一个。不肯去，娘娘发觉着，眼睛过来没望着你屁股浪向，抓得一抓，哒，两家头在草盘跟水，嘎，草盘打开，哎，青儿，你快带命去吧，啪，一跺头呀！就说娘娘，侬小青青从楼浪向望正草盘下头啪倒下去，把娘娘做女的。我为此小姑娘夫妻恩爱，不能离来那小青。你去比你那个大人追589送你烫不了。小青青蛮清爽，娘娘发觉不，我下去再上来也要倒下去。那么小青青倒下去还会爽，你到底有本事，一点点不会爽过头。砰！下去双脚一点，一抽，半空之中当对。娘娘叫我避难，我到啥地方避难？下山辰光，师傅规则一往下头吐灯，哎，天井里向有口井，伊再花说龙井盖，砰打开，扑通！小青青望正井里向，一直到井底路像笼里的西瓜，接了下头。那天将来相公来，我老下头避难，你都随便那弄法了，所以小青青避难。把娘娘也石退天降，许仙为主来也喷雾作药，无为继续。秋林尽染，唱醉悠悠岁月；珠落玉盘，声声沁人心脾。低吟浅唱，曲曲动人情长。苏州市评弹团中青年演员风采系列展演《姑苏韵秋》，5月29日起苏州电视书场为您呈现。